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正在进行联署，国民党是赶紧烧天要反罢免。台北市长周万安、新北市长侯友宜、甲桃园市长张善政早起和谢国良徛讲台，要参加检讨论坛，用行动支持谢国良。推行我的减碳者。基隆乡巴通县市首长兰德港台做伙完成导读，推出减碳加金坡啊，鼓励民众坐列文书。不过外界焦点是跳梁罢免案的基隆市长谢国良，国民党已经要加强反罢免的做法。对这代志，台北张万安、新北侯友宜、桃园张善政三个县市长10日做伙挺谢国良。我想我们都看到基隆在往好的方面改变，所以如果是为了罢免而罢免，我想这样的操作是对台湾的民主是伤害。其实谢国良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，我相信大家在努力底下，人民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判断。谢国良加油！国良市长他在基隆市长任内所作所为，都是在捍卫基隆市民的权益。谢国良也用施政成绩单向市民表达，包括基隆有一半的通勤族，超过3万人伫使用交通月票等。不过，基隆市政府甲 NET 东华商场产权争议无解决，谢国良可能批评得讲白贼。非常感谢3位市长对于基隆市政大家通力合作的一个关心跟关怀。现阶段仍然是以基北桃联合施政。罢免案都还未定案，谢国良把重点放伫联合施政，答应会持续推出政策，让基隆市民更较有感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